來看新北鐵道馬拉松的比賽，今仔日起過，有一個47歲選手身體無爽快，伊規個人全安尼疲累吐血，當場是無喘氣、無心跳。急救了後，目前還唔知人。醫師提醒，運動走標若是胸胸胸坎雜雜喘袂起來，一定要趕緊休困。慶聲響比賽開始，2026新北市鐵道馬拉松接力賽19日康仔寮加上北區進行。閹歌山出意外，有一位47歲男性的參賽者，經過冷門大橋時陣，身體無爽快，倒佇咧塗骹吐血，無喘氣、心跳，邊個人趕緊通報。經查，該名個案已於第一時間由救護人員及時處置，並隨即後送醫院急診。目前在醫院接受密切觀察與治療。被會救護人員到現場了，看伊無喘氣、心跳，趕緊急救，初步恢復心跳，先送去奧地保健站初步治療。患者醫院唔知影人，經過醫護人員完成插管治療了，轉送歸人長庚病繼續救治。馬拉松意外事件常常發生。2025田中馬拉松，有一位62歲男性，走到一半規身軀軟到昏倒，無喘氣、心跳，好在在急救了恢復心跳。如果在路跑當中發生胸悶、胸痛、喘或是異常的出汗等等，應該要立即停止，甚至趕快休息，注意自己身體的狀況，以免下一秒就可能造成暈厥，或甚至意識喪失，或是所謂的心臟驟停等等的現象。天氣愈來愈燒熱，醫生講汗若流傷多，身體會脫水。這個時陣肺也會降落，身體脫水時陣也有可能影響肺葉循環，造成肺傷高、流動性變歹，也有可能會產生肺甲等肺管的意外事件。除了愛做好防拍以外，也要加啉水，注意家己身體狀況。記者綜合報道。